大多數交易者的圖表上有5個指標，而且這5個都在告訴他們同樣的事情。RSI 隨機指標、MACD、CCI 動量指標，那不是5個確認，那是被喊了5次的同一個觀點。而這正是你最終同時感到自信和創的原因。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這個5個指標，但每個類別一個速勢，一個動量，一個勾間，一個波動率，一個成交量。關於同一根 K 線的5個不同問題，以及5個不同的答案。把這個組合答對了，你就不再猜測，因為當其中4個達成一致時你知道，當他們不一致時，你也會知道。看到最後，因為最後一個是讓其他4個值得擁有的確認過濾器。我們從速勢開始，因為如果你把方向搞錯了，其他一切都救不了你。指標搜索 RMI Transniber TZ88 的那個，在 TradingView 上非常流行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。添加它，你的圖表上會出現一條看起來像移動平均線的線，它不是移動平均線。這條線是由 RSI 和 MFI 構建的，這意味着它一邊在讀取動量，另一邊在讀取資金流向。動量和成交量在同一個計算中，準確性就來自這裡。現在看看顏色。當價格處於下降速勢時，這條線位於價格上方，並且是公式的；當價格處於上升速勢時，這條線位於價格下方，並且是藍色的。這裡是我真正喜歡的部分。看看這裡這個更深的回調，看看這裡這個勾間。大多數速勢指標會在這種情況下翻轉3次，這個不會。它保持靈活，顏色只有在速勢發生真正轉變時才會改變，而不是價格每次打瞓低時都變。但是這很重要，你不能僅憑那個顏色變化就進入交易，不能單獨使用。唯一的例外是，如果你在運行反轉策略，並且你有其他信號確認反轉，否則這個指標只有一個工作，那個工作就是告訴你市場正在向哪邊傾斜。你用這個來確定趨勢，然後用另一個指標或價格行為，在回調中尋找同一方向的入場。先速勢，後入場，每一次都是如此。第二，動量。搜索 Volume Supported Linear Regression Lonesome the Blue 的，它加載在你的圖表下方，名字告訴你它為什麼在這個列表上。它是線性回歸，但它把成交量拉進了計算中，所以你不只是在衡量價格移動得有多快，你在衡量背後有多少信念。這裡有2個組成部分，它們同時在讀取2個完全不同的時間框架。首先，這條線，那是你的長期動量。老實說，你也可以用它來做速勢確認。在中心線下方，它會變成橙色，那是下降趨勢。在中心線上方，它是藍色，那是上升趨勢。然後色調告訴你剩下的故事。淺藍色意味着上行動量正在增加，深藍色意味着那個上行動量正在減弱。淺橙色，下行動量正在增加，深橙色，那個下跌正在失去動力。其次，這個直方圖，那是你的短期讀數。在中心線上方，它是綠色，所以上行動量正在擊敗下行動量。在中心線下方，它是公式，下行一方正在獲勝。同樣，色調才是真正的信號。淺綠色，上行正在積聚；深綠色，上行正在消退。淺公式，下行正在積聚；深公式，下行正在消退。所以想想你在這裡實際擁有什麼？一個指標告訴你長期動量仍然是上行的，而短期動量正在消退。那不是噪音，那是一個正在形成的回調，那是你正在準備的入場。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在列表上。第三，這是幾乎沒有人圖表上有的那個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開始吧。
我们的免费交易机器人使用简单，由人工智能驱动，每天可为您带来高达1%的利润。已有5万多名会员加入，现在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获取免费使用权。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勾間搜索 Andean Oscillator， 這是一個編輯精算指標，由 Alex Grover 編寫。這就是為集摩這很重要。大多數交易者是在勾間理虧錢，而不是在蓄勢理。你把蓄勢策略帶進橫盤市場，它會一次一點小虧損地把你耗乾。這個告訴你集摩時候停止交易。你的圖表下方會添加3條線，橙色、綠色和公式，而你讀的是這3條線彼此之間的位置。當橙色線在最上面時，價格是橫盤的，沒有方向，沒有蓄勢，沒有集摩可交易的。看看這裡的這個整理，價格在收緊，而就在 Andean Oscillator這裡，橙色線正坐在另外2條線上方，它識別出來了，而且反過嚟也有效。當綠色線在最上面時，價格在上漲；當紅色線在最上面時，價格在下跌。所以你從一個指標中得到3個階段：市場橫盤、市場向上推、市場向下推。橫盤意味着別碰，近這一點就能幫你省下的錢，比大多數入場信號幫你賺的船多。第4，波動率，搜索 Triple Bollinger Bands。Time flies by 的。在我看來，布林帶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波動率指標，原因是它不是一個人為編造的公式，它是統計學圍繞一個平均值的分佈。這個版本給你的是一張圖表上的全部3個乘數水平，中線是你的平均值，一條簡單移動平均線，長度為20，然後你有距離那個平均值1個標準差、2個標準差和3個標準差。把3者都放在屏幕上，就是全部意義。你可以看到布林帶集摩時候收攏在一起，那是波動率在擴張之前壓縮。你可以看到價格集摩時候遠遠伸到那第3條帶，遠高於其平均值，在那裡回抽至均值的概率開始攀升、壓縮或拉伸。這就是你在這裡讀的東西。第5，成交量確認層，搜索 Heatmap。Volume 另一個編輯精算指標，這個是 Stakeout 的。乍一看它像一個普通的成交量指標，圖表下方的柱狀條每根 K 線1根，但顏色在做普通成交量不做的事情。顏色告訴你那個成交量實際上高於平均值多少。進入設置，你會看到這個指標通過乘數定義層級，超高、高、中、正常，每個層級一種顏色。超高是公式，中是黃色，正常是藍色。所以現在一眼看去，你不是在問有成交量嗎？你是在問有不尋常的成交量嗎？而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。藍色柱上的突破是未人參與的突破，公式柱上的突破意味着有真正的規模進場。同樣的 K 線，同樣的形態，兩不完全不同的交易。所以看看你剛剛搭建的組合。RMI Trend Sniper 告訴你方向。Volume Supported Linear Regression 告訴你動量，長期和短期。Andean Oscillator 告訴你到底要不要交易。Triple Bollinger Bands 告訴你波動率是壓縮還是拉伸。而 Heatmap Volume 告訴你是否真的有人參與。方向、動量、狀態、波動率、參與度。5個問題，5個答案，沒有重複。這才是真正的指標組合該有的樣子。這也是為集摩來自5個類別的5個指標，永遠會打敗5個全都衡量同一件事的指標。如果你對其中任何一個有疑問，請留言，我會回答。訂閱並按下鈴稱，這樣你就能看到下一個視頻言。祝你的交易好運！